講座題目：建立患者信任嘅長期方法。信任係互患關係中最重要嘅要素之一，但信任並非一蹴而就。護士需要在與患者嘅所有互動中始終如一，並履行承諾，無論承諾有多少。尊重患者嘅個人背景和價值觀，並賦予他們自主決定嘅權利，也很重要。這種長期方法有助於患者將護士視為自己信賴的合作夥伴。本課新約介紹了建立信任的各種策略和做法，幫助學員學習如何與患者建立更牢固的關係。第二之行，奠定信任基礎的關鍵之行是建立信任的最基本、最重要嘅因素。特別是喺醫院環境中，當病人感到焦慮或恐懼時，護士的衣冠表現會給他們帶來幾大的安慰。例如，如果護士總是以同樣嘅方式親切地對待病人，並在承諾嘅時間內提供病人所需的幫助，病人就會認為護士是他們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護士的一致性不僅體現在他們的行為上，還體現在他們的語氣和態度上。例如，如果護士總是用清晰易懂的語言與病人交流，病人就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病情，並在護理過程中更有參與感。此外啦，如果護士總是準確一致地回答病人的問題，病人就會感到自己受到尊重，並更有安全感。為確保一致性，有必要採取一些預防措施。首先，護士在與患者的所有互動中都應保持真實。例如，當患者講述自己的病情時，護士應是重傾聽並表示同情。其次即使是微小的承諾也應遵守。例如，如果你說我幾分鐘後回嚟，就一定要喺承諾的時間內去看望患者。第三，在與患者交談時使用嘅語言和表達方式必須保持一致。例如，使用醫學術語，然後突然改用通俗易懂嘅語言，會讓患者感到困惑。前後一致會給患者帶來信任感和安心感，從而在護理過程中產生積極的影響。例如，如果護士總是能準確、清晰地回答病人的問題，病人就能理解自己的病情，並積極參與護理工作。此外，如果護士嘅行為始終如一，病人就會感到受尊重和放心。一致性係加強與患者的關係和增加治療過程中成功的可能性方面發揮咗重要作用。是的，信守承諾加強信任的實際行為，信守承諾是建立和加強信任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係喺醫院環境中，當病人對自己的病情或治療過程有許多問題和顧慮時如果護士不履行承諾，就會使病人感到焦慮或不再相信護士所說的話。例如，如果護士說我馬上給你奶油，但實際上卻需要好長時間，病人就好難相信護士的話。相反，如果護士總是在承諾的時間內把藥送到病人手中，病人就會認為護士值得信賴。恪守承諾不僅僅是身體力行，還包括言語和態度。例如，如果護士對病人說我幾分鐘後回嚟，那麼他們就應該在承諾的時間內趕到病人身邊。此外，如果護士總是準確、清晰地回答病人的問題，病人就會了解自己的病情，並感到自己有能力參與護理工作。在實行預約服務時，有幾點需要注意。首先，護士必須牢記自己對患者的承諾。例如，如果患者在回答具體問題時說我稍後在診室，護士就必須信守承諾。其次，如果出現無法信守承諾的情況，護士必須立即告知患者，並提供替代方案。例如，如果護士承諾帶藥，但時間比預期的長，就必須向患者道歉，並告知患者具體的到達時間。第三，最好提前準備好履行承諾所需的資源和信息。例如，如果患者對某種治療方法感到好奇，你就應該準備好相關材料向他們指示。遵守約定會給患者帶來信任感和安全感，並能使他們的護理發生積極的變化。例如，如果護士總是履行對病人的承諾，病人就會認為護士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這在加強與病人的關係和增加治療過程中成功嘅可能性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這不僅係一種行為，也是一並認為終身的護理的關鍵組成部分。
3. 尊重患者的個人背景，如何加深新人尊重患者的個人背景或價值觀係建立含加深新人的重要因素。好適應了解患者的文化、宗教和社會背景，並將其融入護理過程中，這將幫助患者感受到他們的價值觀和信仰受到尊重，並加強他們與護士之間的關係。病人來自不同嘅文化、宗教和社會背景，這係好大程度上影響咗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例如，在某啲文化中，人們通常不會自己表達自己的病情。如果護士在不了解病人文化背景的情況下，問太多問題，病人可能會感到不舒服。相反，如果護士了解病人的文化背景，並採取溫和嘅態度，病人可能會覺得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需求。尊重個人背景不僅適用於文化差異，也適用於病人的價值觀和信仰。同樣重要嘅是要理解病人的個人經歷和感受，並對其表示同情。尊重病人的個人背景，需要採取一些預防措施。首先，您應努力了解患者的文化、宗教和社會背景。例如，您可以研究患者的文化特徵，或與患者交談，以了解他們的價值觀和信仰。其次，您應將患者的個人背景融入護理過程中。例如，如果一個有特定宗教信仰的患者需要在特定時間祈禱，您可能需要調整護理時間表以確認這一點。第三，您應對患者的個人經歷和感受表示同情和理解。例如，如果患者對自己的病情感到焦慮，您應承認他們的感受，並與他們一起尋找解決方案。尊重患者的個人背景，會讓他們感到自己的價值觀和信仰得到了尊重，只可以幫助他們獲得心理安全感。尊重患者的個人背景，對於加強與患者的關係、增加治療過程中成功的可能性，也具有重要作用。尊重患者的個人背景，不僅是一種行為，更是以患者為中心的護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尊重病人的自主權，加強新人的基本要素。尊重病人的自主權是建立和加強新人的重要因素。護士可以幫助病人自己決定治療方案，這有助於病人感到自己能夠控制病情，這可以增加患者的心理幸福感，並在治療過程中帶來積極的變化。患者可能會對自己的病情或治療過程有許多問題和顧慮。如果護士不尊重他們的選擇，單方面做出決定，他們可能會感到焦慮。例如，如果護士將某種治療方法強加給病人，病人可能會覺得自己無法控制自己的病情。相反，如果護士幫助病人自己做決定，病人可能會覺得自己能夠控制病情，並喺心理上感到安全。尊重自主權不僅僅係提供選擇，還包括對病人的意願表示尊重和同情。例如，如果病人對某項治療表示擔憂，護士應傾聽並與他們一起尋找解決方案。尊重病人的自主權需要注意一些事項。首先，護士應向患者提供多種治療方案，並清楚地解釋每種方案的優缺點。例如，如果患者需要服用某種藥物，護士應解釋藥物嘅作用和副作用，幫助患者做出自己的選擇。其次，護士應尊重和同情患者的意見。例如，如果患者對某項治療表示擔憂，護士應傾聽並與患者一起尋找解決方案。第三，幫助患者了解自己的病情，並積極參與護理，非常重要。結論：建立患者信任嘅長期方法嘅重要性。信任係互患關係中最重要嘅要素之一，它不會一蹴而就。護士需要在與患者的所有互動中始終如一，並履行承諾，無論承諾有多少。尊重患者的個人背景和價值觀，並賦予他們自主決定權也很重要。這種長期方法有助於患者將能視為自己信賴的合作夥伴，始終如一會給患者帶來安全感和信任感，並能使他們的護理工作發生積極變化。例如，如果護士總能準確、清晰地回答患者的問題，他們就能了解自己的病情，並積極參與護理工作。恪守承諾有助於患者將你視為負責人、值得信賴的人。例如，如果護士總能喺承諾的時間內提供他們所需的幫助，患者就能感受到被尊重，並獲得心理安全感。尊重患者的個人背景是建立和加深信任的重要因素。
護士需要了解病人嘅文化、宗教及社會背景，並將其融入護理過程中，即有助於病人感受到自己嘅價值觀和信仰受到尊重，從而進一步加強佢們與護士之間嘅關係。最後，尊重病人嘅自主權會讓佢們感覺自己能夠控制病情，這對提高佢們嘅心理健康水平和幫助佢們在護理中做出積極改變非常重要。本課程講新要介紹建立信任嘅各種策略和做法，幫助學員學習如何與患者建立更牢固嘅關係。信任不僅是一種技能，也是以患者為中心的護理的關鍵組成部分。因此，護士必須喺日常工作中密切關注建立信任，努力為患者提供最佳護理。總之，建立患者信任需要長期系統嘅方法，即不僅僅是一種行為或習慣，而是要從真正理解和尊重患者嘅心態開始。如果護士能夠通過這些努力與患者建立並保持信任，最終將有助於加快患者嘅康復進程，增加治療成功嘅可能性。